到左青公波仁波切弘法世界的节目现场哦，想请教这个仁波切哦，您主要的佛行事业是文武百尊坛城哦，可不可以请教一下这个什么是文武百尊坛城？可以请您介绍一下吗？好，所谓的文武百尊法，那么它这个法的主要的缘由是什么呢？佛教本身有9乘，那么9乘当中最高的就是阿德瑜伽，这个是所谓的大圆满法。那么所谓的大圆满法，其中呢就是非常殊胜的有6种特殊法门。那么在这个6种特殊法门是不需要透过很长时间的修持而能够可以成佛的，而且成佛也是成佛的意思是，那好像很多人觉得也是怎么说呢？能够可以投生到净土跟成佛这2个也是有点分不清楚。那么成佛就是不需要投生到那个净土，还要在净土修很长时间才最后成佛，并不是这样的。成佛是直接可以在机身当中，在这一世当中可以能够成佛的一个方法，所以就是大圆满法是以这样的一个成佛方法。所以在大圆满法的殊胜来说的，就是它是有6种非常殊胜的特殊法门，其中呢文武百尊的法是听解脱法。那么听解脱法它是针对是怎么说呢？一个众生没有透过很多的修持的情况下，可以在怎么说呢？借由文武百尊的法，可以直接成佛的一个这样的方法。当初呢，就是他是在相当就是这个世界上造的最大的2个人下了地狱。他们造了什么大的地狱呢？什么罪呢？有一个波罗蜜，就是印度的波罗蜜族的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学者老师。那么他收了一个王子，一个国王的儿子作为他的弟子。那么他的弟子呢，跟他学习了很长时间以后呢，他也是成为了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学生。然后最后呢，就是相当好像他自己看，好像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的老师以外，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比得过他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动了一个很不好的心，那就造了一个很大的业。所以他就觉得说那如果是现在我的老师不在的，我是最大的，所以就他动了一个这样的心，所以就他对老师做了伤害。所以呢，老师也是非常的生气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嗔恨心。所以就是因为下地狱的主要的缘故是嗔恨心，然后就是而且他们师徒之间的戒律都已经破坏了，而且同时呢就是学生已经杀了老师，老师也是起了很大的嗔恨心，所以2个都下了地狱。2个都下了地狱以后呢，地狱的所有的众生都是只要感受地狱的痛苦，但是他们2者呢就是要同一个时间感受六道的痛苦，恶鬼的饥饿痛苦畜生的那个痛苦还有人的痛苦天的痛苦，阿修罗道的痛苦，加上他本身在地狱中，当然要感受地狱的痛苦。所以整个的六道当中，只有他们2个人是最痛苦的。所以普贤王如来就发愿要救度他们2个，所以就是有文武百尊的法。普贤王如来传给金刚萨埵跟金刚手菩萨，去地狱当中打开了文武百尊的坛城，修持文武百尊的法。他们有听到文武百尊的法，而且见到文武百尊的坛城，就从地狱当中就是当下解脱了地狱的痛苦，而且是投生到天道，有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一个因缘。所以我是为什么发愿要盖文武百尊坛城，而且是我的主要的佛行事业是文武百尊。因为现在末法时代，那很多的众生来说了，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修持，那就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做功课。这样的情况下，那能够可以在跟文武百尊坛城的一个建设的当中，用金钱来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跟用护持，那么就是帮助用自己去做义工，或者用金钱来护持，或者是甚至有跟着发心，都是会种下一个可以解脱的种子。所以这也是非常快速的解脱的一个种子。所以这就发了这个心。所以可以说是佛教9乘当中呢，就是最适合所有的人可以接触的，而且直接听到这个法就可以解脱。而且是我有改的那个坛城是见机解脱坛城。那么任何一个人有见到这个坛城，就可以种下一个解脱的种子。
所以就非常殊胜的。是这样听起来哦，我们很想很快的，能不能借有一些这个咒语，教我们一下这个口传500尊坛城口传500尊的这个心咒，还有这个莲花生大士心咒，可不可以请仁波切来教我们一下？好，第一个是500尊心咒首先第一个口传一下莲花生大士心咒，莲花生，然后再口传一下文500尊的心咒。好，所以这个莲花生大士心咒来说的，就本身有很多人一起念，好，所以就现在我要做一个口传，而且这个魔法时代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的灾难，是为了避免灾难的一个人的话，就是一定要念莲花生大士心咒，这才是最有用的。OK， 好，所以就是今天为观众做一个口传。好。松节九洞宗节穷到了空节八的当那个三节到个跟从基本送他们进着了白个送进这边个三节当节对吧的对位节洞单把节节对号都对号个节洞这边节节对号没被对吧当么当么这边节节年人交通运动这边东江了那边节节那么呀当把来跟到了当那个这边当没跟到东这边跟着让他们就脏吧，他们这个的群顿节吧哟，好，观众跟我念，所以就会得到口传。Om Hom Banza Guru Pema Sud Hom。好，这是莲花生大师的心咒。还要继续跟我念文500尊的心咒。Om Hom Bodh Zda Maha Sukha Jana Dad Om Ruler Home Jo Home。好，那我们现在一起做一个回向，一切功德回向给所有的众生，愿所有的众生早日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早日获得圆满佛的果位。我所难得也当解随法也多年一不着那方学切个那切瓦朗出巴也是本所人着看着修。谢谢仁波切哦。最后可不可以再请您哦，在今年2012年的龙年啊，为大家这个祝贺新年快乐。好，祝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财富圆满，心想事成，法喜充满。新的一年里呢，在一切的事情都是圆满吉祥。然后在新的一年里，那么每天呢就是保持开心快乐，扎西德嘞。谢谢公博仁波切为大家的祝福啊！今天呢很高兴听到我们公博仁波切替大家这个开示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左倾大圆满的这个法会啊，让大家在今年新的一年啊，一开头就有好的开始，今年来年呢都顺顺利利、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看，也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法喜充满，吉祥圆满，扎西德嘞。